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央来宣布，41万剂 AZ 疫苗，这礼拜就要开始做。有袂少的县市长是来催中央赶紧过来引进到疫苗。像这个台北市长郭文泰都呼吁中央赶紧来抢买到国际现货。啊，那中华县长王惠美嘛向中央来争取，讲要加爱一寡这个配额。啊，那南投县长林明珍更加开出着第一枪，讲要来买中国上海复星医药所代理的 BNT 辉瑞的疫苗。啊，这指挥中心面对着地方的县市长声声的呼唤，来回应讲，这个疫苗的进口都要有正式的代理商向食药署来申请着药证。啊，讲目前嘛也未收到南投县的公文。 浙江那个国台办啊，他们有跟我们联系说，如果南投县需要协助的话，他会尽量的来协助我们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限制我们自己筹措经费，我们买30万剂。台北府国产疫苗，南投县长林明珍开第一枪，讲要买上海复星代理的辉瑞疫苗。其他地方的县市长，包括金门县，讲要家己买。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罗秀燕嘛，希望中央赶紧购进疫苗。疫苗要进口我国。 必须要有正式的代理厂商提出疫苗产品的相关资讯及药证的申请。昨天也有询问说南投有没有来过公文，我们昨天查了一下，指挥中心并没有接到。指挥中心讲，还未收到公文，疫苗敢有够？目前疫苗进口的数量，头一批疫苗3月初3 117000剂 AZ， 第二批4月初4 199,000剂 AZ， 第三批41万剂，到6月份会有200万剂。 8月份包括国产疫苗有1000万剂，不过根据指挥中心的数字，到5月25为止，全台敢若31万人注射，医术人员敢若注16万剂，够买5成也未注射。我们的疫苗采购，如果到8月还有3个月，每天的不断的各种的状况出现，这个政府我们不要对他期待，这个政府就把它推翻。 任何的药品一定都是要来跟我们的食药署提出申请的，这个是既定的法定程序，地方跟中央能同步，大家减少无谓的争议。民进党的立委讲，敢要买疫苗，搁要确定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不过中央的态度嘛真谨慎。